大家好，我係唱歌老師 Miss Helen。我自己係一位表演者，一位合唱團指揮，學生年齡由幼稚園到成人都會教嘅唱歌老師。嚟到新一年嘅校際音樂節，我諗各位老師家長都好緊張學生嘅比賽同埋錄影。呢條影片我會分享個人嘅教學經驗，去幫助家長輕鬆安排同度過拍攝呢一個難關。影片分為5個部分：一、家長學生應該拍攝前準備乜嘢呢？二、點樣選擇合適嘅錄影場地？3、故事案例。4、家長嘅角色同心態調整。5、影片上載同截止嘅日期。第一，假如你嘅項目係需要使用正版樂譜啦，記得喺鏡頭面前顯示2秒鐘啊，唔使使用 iPad 嘅，除非你11月嘅時候申請過，如果唔係就會俾人取消資格。第二，你可以選用3角琴或者直立式鋼琴，唔好用電子琴喎。第三，記得將你嘅手提電話同埋攝影器材插滿電100%，同埋校飛行模式啊！如果唔係就俾人阻住，無啦啦打個電話你都會燥底噶啦。第四，我個人選擇影片嘅像素係720P，上載嘅時候係最快㗎。你如果用4K 嘅話咧都得，但係你自己要後製調低個像素咯。第六，冷氣開關都會影響收音嘅。第七，房間嘅溫度，假設你係銅管樂器啊、長笛呢一類嘅樂器咧，佢會影響你嘅音準嘅。太凍太熱都唔得嘅，盡量保持一個恆溫嘅狀態咯，同埋吹奏之前要 tune 音咯。第八，記得着校服或者大方得體嘅禮服，舒服輕鬆為主啦。如果太緊身或者好短嘅迷你裙嗰啲，我唔推薦。第九，你要知道自己嘅項目編號，因為你拍攝嘅時候係要用英文朗讀你個名啦同埋編號㗎。如果你個編號項目咧係用中文演唱啊、中樂啊、粵曲嗰啲咧，你就可以用中文去講嘅。第十，記得帶水啊！如果你係吹奏樂器或者聲樂嘅同學，飲水啦。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選擇一個合適嘅錄影場地啊？以下我有幾個因素會考慮嘅。第一，場地嘅環境光線係咪充足呢？太光太暗或者背光，我一定唔會考慮噶啦。另外，背景嘅選擇一定要以簡單為主，冇花紋，呢個係我最中意嘅。第二，場地嘅尺寸大小，例如聲樂嘅同學一定要拍到正面同全身，可能你要確保我可以拍到學生嘅全身。另外就係鋼琴同學要影到側面同埋全身，雙手、琴鍵同埋腳踏啊，所以你哋要 double check 一下，檢查清楚啦。第三，檢查鋼琴有冇走音，亦都要注意回音過大或者吸音過多嘅房啊。第四，注意一下室外嘅環境有冇工程進行中啊。當你拍下好認真嘅時候，突然間聽到揼揼揼揼揼，我相信每一位老師同學生都會覺得好頭痛。第五，喺比賽章程之中啊，佢亦都有列明，千祈唔可以使用耳機款式嘅器材去做收音啊。如果唔係，淨係可以獲得評語，係冇分數㗎。以上嘅資訊咧，係參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入邊嘅比賽章程，老師同家長咧都可以上去 double check 嘅。嚟到最緊張嘅環節啦，因為我好想分享一個故事案例俾大家聽啊！好耐之前啦，我同一位家長陪同我嘅學生去拍攝錄影啦，大概拍咗10幾次啦。咁啊，家長只要聽到有少少嘅錯咧，就會即刻終止拍攝咯。結果我哋係完成唔到一條完整嘅影片啊！咁我嘅學生梗係覺得好無奈啦，心情又差喎。點解我拍咗咁多次都完成唔到啊？我係咪真係好差啊？咁佢已經眼濕濕㗎啦。咁我有咩處理方法咧？咁首先我亦都可能同家長同埋學生解釋咗先啦。要佢知道我哋係突然之間去一個陌生嘅環境，去高度專注拍攝咧，係一定會緊張嘅。咁千祈唔好忘記我哋過去嗰幾個月好努力嘅練習啦，一定要平常心。放鬆心情去面對呢件事先，跟住我就建議大家停一停，重新出發啦。咁可能我哋可能要調整下個呼吸啦。我同佢哋講，我哋一齊深呼吸、呼氣，停一停，飲啖水，甚至乎做伸展運動，去拉下筋啊、喐下，先再繼續去拍攝咯。一定係好過即係我嘅心情調節咗，先再重新出發，絕對係好過你不停咁樣埋頭苦幹啊！係啦，咁效果都唔錯喎。同佢調整咗心態之後，咁最後我哋係以一氣呵成完成連貫嘅影片為目標啦，已經唔係要力求完美啊，我淨係要完成咗一條影片先嘅，跟住先再慢慢調整，先再同學生講話你有邊個地方做得唔好啊，或者係嗰個位同佢講，即係可能每次淨係同佢講一個要點啦，就唔好一次過講2、3個要點，咁可能佢會更容易去完成同埋調整到大家心目中嘅效果啦。另外有少少説話想同家長講啦，
記得學生唔係機器啦，佢唔會因為一句説話而即刻有顯著嘅效果同調整嘅。平日嘅功夫啦，練習咧係好緊要㗎。咁準備充足，當你拍攝嘅時候就唔使咁緊張啦。另外咧，我希望家長咧係可以做一個支持學生嘅角色啦，可以俾多啲鼓勵佢哋。如果老師在場嘅話就更加好啦，可以將指導嘅工作交俾老師，咁好似會有一個三方一齊進行合作，一齊行同一條路向同一個方向，咁樣去陪伴呢個學生去錄影。記得你遞交影片嘅日期咧，就係1月21號上午10點開始，去到1月27號下晝5點，唔好過咗個時間啦，抄低佢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